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民。今日咱来看国际这个焦点，拢放伫倒位，放伫日本自民党总裁这个选举。咱看到讲日本自民党过去都有真长期执政的这个优势啦吼。啊，这回咱看到讲是这个岸田文雄第二轮登票的时阵，伊得到257票啦吼。另外，咱看到讲赢过对手河野太郎170票，咱讲真紧就会争做是日本第100任的这个首相。那么我知影，这个抗中亲台可能变作是咱讲这回选举真大的这个主题。我台湾对抗中国一定有票。另外咧，嘛是甲这个美国有关系啦吼。未来咱讲吼，台湾、日本的这个关系，台美吼、日本吼这三国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是哪来哪好啦吼。另外咧，咱嘛讲到吼，这回这个岸田文雄其实真紧特别接任咱讲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新首相。未来咧，同款的面对着真侪挑战，挑战伫倒位？咱看来讲吼，日本虽然伫9月30日，咱讲吼过去吼紧急事态拢已经解除，但是有一寡这个疫情的部分，要是爱豆来去吼一寡恢复这个部分，另外影响到这个经济部分嘛豆爱来复苏啦吼。另外就是牵涉到讲规个这个内阁改造，但是咱头拄一直讲吼亲台派。这回有票，咱讲吼，这回这个选举内底，其实吼本地有这个4个，咱讲吼候选人哈，这4个候选人，这个安倍晋三伊过去吼，这个影响力嘛伫这回咱讲选举内底会当看到啦吼。另外咱要讲到德国吼，这个选举嘛是大家咧关注的，到底欧洲吼德国遮安怎吼来去变天咧？尤其咱看到讲长期执政的这个 Merkel 伊的这个政党，这回吼是输去了吼，输差不多无到2%，但是咧代表讲过去这个 Merkel 的这个政党伫遮吼败伫咧倒位啦吼，咱都要好好来讨论。另外咱讲到社民党这回会当赢吼，小赢毋是大赢，但是小赢未来要筹组到咱讲到联合政府。安怎来去瞧吼，才会当吼？咱嘛看到讲社民党这回是25.7%，基民党吼是24.7%，绿党有14.8%，自民党是11.5%啦吼。所以咱讲关键的这个小党。非常的这个重要吼，绿党和自民党啦吼，咱嘛看到讲有一个吼上介好的吼，大家上要义的，因为吼可能甲亲台吼抗中才有关系，可能是这个青红灯的这个联名吼，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若是合起来吼，这就是咱讲的这个联合政府较赢面的这部分啦吼，若是这个 Jamaica 国旗的联名吼，用到 Jamaica 国旗的这个色啦吼，咱看到讲基民党伊若要搁超测到咱讲联合政府嘛是有可能，但是吼伊甲绿党、自民党。一寡立场上对抗中国、对抗人权者，可能有一寡这个争吵啦吼。若是讲到底社民党和基民党这两个大党有法度组一个大联合政府无？其实嘛有人讲有可能吼，但是咱看到讲其实过去啦吼，这个社民党和基民党吼，这个部分吼，伫咧选举内底其实拢是有对下吼这个部分，但是咱讲未来到底安怎合作？社民党即阵这个 Scholz 伊嘛有讲到做这个政府其实爱甲这个 Christmas 进程要有一段时间，未来这个变化咱嘛要好好来观察另外，咱看到这回输去Merkel 的接班人 Laschet 安怎来去讲到伊要筹备咱讲大政府的这个理念呢？伊讲无放弃要来领导政府啦但是咱嘛看到讲未来嘛是牵涉着讲甲小党合作，也是讲无共政党的这个合作透过记者咱做伙来关心。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东大日本研究学会第1副会长陈文甲老师你好。好，大家好，我是陈文甲。第二位咱要邀请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潘瑞仁。大家好。第三，咱要邀请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首先咱要带大家来看讲日本这场选举由这个岸田文雄，咱头拄讲到抗中亲台抗中亲台是这回选举的咱讲主题，伊是安怎赢？赢了有水气也无水气，请做伙来看。是啦，透过自民党这回这个选举会当看到讲第100任的首相就要来接任啦但是咱看到讲过去其实对中国伊是这个高派较和平派，但是这回咱讲这个选举的这个主题曲做抗中亲台啦咱看到讲自这个高派到鹰派明确抗中，其实咱讲是党内一大共识啦老师，你安怎看这回这个选举咧？我是安尼看，这届呢，迄个岸田会当得到胜利的上重有3个因素。是。这3个因素第一优势。第一就是伊得到迄个自民党派来的派华的支持。是。
尤其是这场啊，对安倍来讲是帮足大的帮忙。OK， 因为本来是迄个9月初3，菅义伟要落任的时阵，迄个民调河野是上悬。是。只是讲伊若种假设，伊若派岸田开出来选两卡都，是。总是两卡都总是河野较有机会能过半，因为第一阶段就过半，就伊当选嘛。是。所以伊个叫两个。等于是人讲刺客，是，刺客呢，他是在做什么事？做什么代志呢？就是讲，来诱河野的票，所以因就是用东派这个东华这个工课呢，将迄个河野来夹杀，来夹杀。第二就是讲当然，这个河野就是输掉啥？较输面就是因为伊无受到国会派华的支持。第二点这个石破茂，佮我唔着度。对啊，伊石破茂伊无20票，所以伊袂当无摕到迄个比赛权。所以就来挖迄个河野啦吼。河野，所以安尼就去用绑伫咧这亲中遮啦。对，绑一炸弹。是。这个人就是甲安倍拢是政敌，就是敌人。敌人哦。所以呢，安倍就是利用这届，伊就是其实安倍是。2012年，第二届这边选甲迄个石破茂两个对下，嘛是用这方法将第一阶段因无过半，第二阶段伊就尾手就招这派华的力量将石破茂来封杀。这第二就是讲，那主持人讲的就是因为这届迄个亲美保台反中是发现这一个发现一个足大的效果，因为即马自民党自从阿强伊这个自从。崛起了，所以对规个迄个东亚、东北亚也是亚太，伊就总有一个霸权。OK。所以呢，引起美国甲等于世界国家、民主国家的反响。所以呢，这是即马是迄个抗中是即马全世界的潮流。OK。所以呢，这个部分伊是有介坚定来支持讲要反共，只是。迄个河野，因为伊有第一点，就因老爸是河野杨平，就本来就有迄个老中国的会家族啊，拢家族佫有做生意，所以呢，伊有一个亲中的一个嫌疑。OK， 所以第三点就是性格，即伊的个性，然后个性会决定命运。是，因为河野伊是算较内向，人好，所以伊袂去有。安倍讨厌，没有遐麻生讨厌，只是这个河野，因为伊那讲有支持度、有少年的、有网络，伊感觉对自得意满，所以呢，就是变成讲咱讲是一个政治的叫做异端儿，异端儿。颠倒是去互人讲吼，真正是看作敌人哈，因为伊收过头枪啦吼，收过头枪。OK。冇这个艺术点，头先教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安倍晋三这回派出2名女刺客啦吼，刺客啦吼，尤其咱讲到这个高市早苗啦吼，咱看到讲吼，伊其实摕到吼不离啊济这个票吼，真正是把这个河野太郎本地摕到这票吼，该分一寡去啦。另外，这个野田圣子吼，虽然票无介济，但是嘛有起吼引起了一寡这个作用伫咧吼。另外，咱就讲到吼，这回吼真正是亲台有票啦吼，咱嘛讲到。哇！日本真正是咱看时势吼，咱讲华语讲的阅读空气啦吼，也是讲看时看势，真正真够啦吼。看来讲哇，美国即阵吼，较咱讲对抗中国，真正日头吹真暗啦吼。咱台湾遮嘛是一个议题，尤其咱讲台日吼，遮尔友好啦吼。继续先来搁请教这个彭教授啦吼，真正爱食读一下空气吼，这个气氛到底啊偏一下啦吼。日本真够偏，尤其吼这4个候选人。真正当中有一寡眉眉角角伫吼，但是咱看到安倍晋三的这个咱讲吼角色，头拄啊这个教授分析过，但是日本规个国家吼，安怎来去了解整个吼亚太也好，还是讲咱看到印太战略上大的这个目标咧？印太战略上大的目标是讲抗中，抗中吼，迄后边是一个吼，最大的原因就是迄。中国吼的经济的侵略，中国经济侵略不只是对台湾嘛，是对日本吼、对韩国吼，也是讲吼，就这东南亚的国家哈。所以吼，即马是印太的这些区域吼，有一个战略就是讲日本啊、美国、印度吼，加澳洲吼，这几个国家吼，他们结合的联盟吼，主要是用针对用中国的经济的侵略吼，要有一个策略共同
共同的政策对抗这个中国经济侵略。另外一个就是讲军事的合作，军事啊，军事上面的合作才会使讲吼是军事的力量吼，共同来对中国的迄威胁吼有一寡吼较强吼较强硬的对抗的这样子的这个态势。所以讲是军事吼加经济这两个是对中国目前的主要目标。OK， 嘿，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讲吼，第100任日本首相伫遮，咱来看伊的背景吼，真正是哇，这个经历非常的这个好啦吼，做过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尤其吼，咱讲到外相国务大臣吼。做过咱讲二战了后上久长的这个外相啦吼，安尼做差不多嘛5、6档哦。另外咱看到讲嘛做过防卫大臣，另外咱就好好来讲到伊这两个角色吼，外交上哇，可能甲美国交手的这个经验嘛有啦吼。所以咧，另外佫做过咱讲防卫大臣，就是国防部长这款角色啦吼。未来对抗中国也好，也是甲美国咱讲交接吼，尤其咱看到讲吼，这回这个4方会谈的时阵。关于讲要这个落任嘛吼，伊讲去哦，要去甲这个拜登讲话，剩10分钟啦吼，真正是讲看伊无因为要落任嘛吼，但是新的这个蓝天文雄出现啊，伊未来甲日本吼，咱讲日本对外甲美国，日本对外甲中国安怎来去做？继续请教福强老师。我是感觉从为外交甲国防来看，这当然是伊的长项。那咱咧安倍晋三这届选举角色开始足重要。是。我的感觉是讲，伊即马这个岸田会使赢吼，就是安倍晋三伊的光环，帮他加持，可以帮助我这。所以伊伫遐选举的时候，拢伫遐招基层的时候，拢讲伊是安倍晋三的人嘛。所以这点的话，伊就食着讲安倍晋三是日本在有所久的首相，佮做了袂歹。伊成绩确实袂歹，所以用这个成绩来帮助伊选举，这点伊是足巧的。第二点就是讲，伊即摆打伊的出身是伫广岛，是广岛。战争这个问题，伊足重视的，所以是反战争、反和平。OK， 追求和平。追求和平。所以看到中国，伊即摆中国扩张海权，伫遐东海、南海、甲南太平洋，大家拢要控制。这个决策的话，伊认定讲这是威胁印太的安全问题，所以这点食了足好的，也打动了日本人的心啊。所以我是感觉这既是国内化又是国际化的一个选战，拍得袂歹。OK。但是我即摆要提出一个问题是讲，伊即摆是行安倍晋三的路线。安倍晋三头到社长有讲过，讲伊是亲美友台反中。我要讲的部分就是讲，伊友台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啦？什么程度？是反中到什么程度 ？OK。重点是反中，伊即摆伫遐当选的伊的记者会来讲一点，讲伊未来做首相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爱反对中国，是反对中国的重大对日本的威胁，对印太地区的威胁。所以讲伊这个决策是足明显，伊要反中，伊的姿势。不过我这边是要讲，伊是行安倍晋三路线。安倍晋三伊是政治靠美国，经济靠中国。OK。所以伊是采取所谓的避险策略。伊嘛无绝对讲100%要听美国的。OK。还是讲100%要反对中国，因为经济中国市场太重要。嘛是爱依赖着啦吼。伊即摆伊是36岁的入去国会去做议员，较紧嘛。是。所以伊伫遐政治时事足骨溜一个人。头路你有讲过嘛？伊足温和的一个人。是。伊足重视协调的。所以伊要未来一定会甲河野这派人去合作。OK。嘛是可以合作啦。合调一个较美满的、较周全的一个政府。是。所以伊即摆我咧看讲，伊经济要靠中国的重视。所以伊伫遐拍中国的时阵。伊会春秋会考虑到经济上的合作，是，所以伊会行出一个家己的头脑，日本的中国政策，不过100%会反中，这我是爱去观察。爱去观察一下吼，咱嘛袂使，咱讲进入
咱讲乐观的希望，安尼看讲日本这个新首相啊，就100%控中，啊，咱对台湾的这个咱讲乐头到底坑偌济啦吼，这拢是未来的观察。但是咱讲到吼，啊，真正啦，学者嘛有分析到讲，到底是要延续到菅义伟，还是讲这个安倍晋三这个路线吼，对抗中国支持台湾，其实拢有真侪讨论吼。咱嘛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岩田文雄会正做日本新任的首相，国史馆专工伫人面册抛出历史的相片，是伫1994年做众议员的岩田访问台湾拜会前总统李登辉。相片内底岩田看到真正的模样，嘛引起大家讨论。外界关心岩田上任了后，台日的关系会安怎发展？国策院几个学者认为讲，日本政府有台美日同盟的态势会延续落去，要差偌济。日本整体的这个政策。跟安全上的考虑最近几年来几乎是完全在配合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外交的问题应该会延续着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内阁的一个政策，美日安保应该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学者分析岩田当选是日本自民党派系立下的结果。捌做过外务大臣甲防卫大臣的岩田，应该会伫中美竞争之间来谨慎面对。岩田进前嘛表示，伊关注台海的议题，会继续遵照美国印太战略，希望提升台日军事的交流，也有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包括现在的英日的一个军演，他再在乎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遏制，一个贺主，他贺主重于实质。那我是寄望台湾跟日本呢，其实关系应该是比较审慎乐观的。韩文家分析岩田对中国的立场，甲对台湾议题的态度，拢比菅义伟要大较硬。不过明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甲北京同学等现实的问题，加上经济压力，岩田对中国应该会保持较有春秋的政策，嘛支持甲台湾积极发展非政府之间事务关系政策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是哦，咱头拄嘛讲到，会当较乐观来去看，但是嘛袂当100%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过去真正咱讲岩田文雄早前都要来过台湾过吼。1994年的时阵，迄当阵咱讲吼李登辉前总统吼，也搁在生的时阵，搁接近伊啦吼。迄当阵伊是这个青年局的吼，即咱讲吼真少年这个议员啦吼，甲台湾的这个关系真正。会当好好啊，较乐观的吼，但是咱嘛讲到未来可能会面对真侪种问题 ，CPTPP 也好啦，甚至就讲吼，咱吼参与到国际足侪组织吼。老师你安怎看咧？咱到底有机会无？吼，透过这个新的首相延续到过去吼，咱讲安倍晋三这路线，但是头拄啊福昌老师嘛讲到，无遐尔简单。哦对，当然伫日本来看，因即摆迄个岸田其实伊要起来做的工作上有内政有2项，就是防疫甲经济。是只是外交的部分是美日的同盟，这较重要。OK。所以呢，只要美国有会调，不管是安全也好，而且经济咱得帮忙，是安怎？因为即马大陆其实经济嘛无好啊，所以因日本嘛讲，我若规个鸡卵放伫迄个鸡篮内底，买手因若一个扁盘，像最近即马迄个习近平每一个叫做共同富裕，要没收才好个，因嘛是会惊。因这避免咱咧现册共款，所以呢，因不管我即摆会当来发现着讲，美国即摆嘛政策改变，是，因为即摆这个其实印太的战略其实是无成功的。OK。因为美国干那叫因这印太国家要处理安全，经济无遐帮助。OK。所以日本会要求美国讲无安尼好，我带你顾安全，你经济咱帮忙。当然，一个上好的帮忙是啥物物件，就是叫美国去转来 CPTPP。哦 ，OK。对，因为 CPTPP 美国要加入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开放美国市场。是。但是即摆美国伫顶礼拜就讲，开放因迄个辅导的食品啊。是。所以慢慢已经有这个改变。有一个共识的啦。尤其总统嘛换人啊啦。所以若讲美国若要愿意要帮助经济，是。其实日本来讲，伊嘛较袂遮为难。OK。所以我想岸田文雄伊若起来，伊上重要的部分，伊认为讲伊一定爱。甲美国合作的时阵，哪有经济利益？无你伫遐咧武安全，结果内政的经济创无好势，民意嘛是反对。有影啦。讲阮是要一个要国巴岛。是。你得该武迄个安全。对，所以毋较讲安倍也好，也是建议官友也好，伊厝头到尾做，其实伊伫外交做足好。OK。但是内底顾袂着。就顾袂着，但是怎顾此失彼。所以即马既然是迄个。
安田文雄伊做过5年的外交部长，是，伊外交部长做啥工作？就是做就是贯彻迄个安倍的俯瞰地球仪。俯瞰地球仪，伊的标准就是用经济外交。OK。所以伊会即马用外交来拔经济。拔经济。所以对台湾会遮支持无支持，这应该去评看，就是完全看美国的态度。嘛是看美国啦吼，所以这个 CPTPP 咱看到可能态势美国有机会回来，咱嘛有机会入去吼，这拢是小牵连的吼。但是咱即讲干田文雄，迄当阵嘛画出来讲吼，台湾有代志吼，我会来出手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非常的这个重要吼。虽然他都讲外交拔经济，但是咱讲吼，真正台湾日本，尤其咱讲岸信夫迄当阵，哇，看咱吼真近啊吼，咱距离尤其近。咱来看讲吼，这回咱伫咧哦，若是真正有代志的迄阵，伊会变做是伊选举口号，还是实际落实的？伊当然是。其实选举有选举语言 ，OK， 对啊，伊即摆尾手要做，安怎做啊嘛无清楚。只是我是感觉讲，伊若是伊计是派是安倍支持出来，所以伊一定个初步一定会支持安倍路线。OK， 啊，即摆尾手是拄清楚今年吼，其实台积的关系比顶个较好。你看像去最多顶个月有即个2+2，哦，迄个台资议员的对话，是，哦，啊，个尾手个迄个蔡总统佮甲因咧高视，哦，因有一个对话，有一个视讯，啊，虽然伊讲奇怪，较你甲高视对话，较无甲迄个安田对话，那无甲伊啦，安尼啦吼。问题啊，拢啊，久来吧，久来吧，他嘛是安倍人，有影啦。啊，因就是那些嘛人拍手的，啊，所以呢，这个表这个情形来看，只是讲，我是认为讲，因若主要对台湾的部分，嘛是以经济来讲 ，OK， 因为有阿强的势力，伊嘛唔敢，伊嘛是维持着讲，非官方的关系发展 ，OK， 嘛是爱先非官方啦吼。对。但是这嘛是咱讲牵涉着讲未来吼，是上少4档新的这个首相起来吼。但是咱过去嘛讲着，自民党吼长期来都有一寡这个优势吼。啊，但是咱讲吼，这个竞争啊，这个到最后到底安怎发展吼？啊，牵涉着未来吼，咱讲规个吼国际局势、外交上的这个变化佮经济啦吼。啊，即阵咱嘛讲着日本遮吼，真正是。哦，虽然咱讲较乐观啊，但是另外一个咱就要看德国这个部分，德国到底会安怎吼改变对台湾好，对中国的态度？尤其咱讲即阵已经是后 Merkel 后梅克尔这个时代啊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即阵已经是这个社民党虽然小小赢，但是伊真正有机会当筹组到新的一个咱讲联合政府。咱嘛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开票结果，对方左派社民党总部出现欢喜的发声，庆祝得到25.7%最高得票率，是国会第一大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也是现任大联合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兹，伊讲要组成一个务实、自信、甲团结的新政府。Vie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hr Kreuz bei der SPD gemacht haben, weil sie wollen, dass es einen Wechsel in der Regierung gibt und auch weil sie wollen, dass der nächste Kanzler dieses Landes Olaf Scholz heißt. 现任总理梅克尔所属的中右派是创下历史上上差纪录，以24.1%的得票率差较无2%排第二。梅克尔党内接班人拉谢特坦白讲，成绩无真理想，不过也是希望会当争取组阁领导后一届政府。两大连胜政党得票率拢较无3成，是德国政党二任了后头一届看到的。媒体是分析，即马台面上有2个可能的总理人选，肖兹甲拉谢特，也甲2个关键少数党，也就是得票率14.8%的环保政党绿党，也有得票率11.5%亲上派的自由民主党。后梅克尔时期的政局也需要经过谈判甲合作。绿党甲自民党加起来得票数超过1/4，会当互2个领先政党的任何一边下过多数，是上可能互人定顺革命的组合，也是少年选民比较较支持的对象。不过要甲绿党甲自民党的主张整合做一个联盟是有难度。带头的社民党加基民基社联盟，虽然拢无想要继续目前大联合政府强势的局面，不过也是无法度排除这个可能性。外界拢认为协商恐惊一直拖到耶诞节。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已经做16年总理的梅克尔，可能还阁继续看守，暂时也无法度把政权交出去。Wie man so schön sagt, historisch. Die Kleinen, die werden das Zünglein an der Waage sein, oder ob die FDP mit den Grünen zusammen sich ihren Partner aussuchen. Da kann Herr Scholz und Herr Laschet können sich feiern, aber
Ich weiß es nicht. Ich hoffe nur, dass die ziemlich zügig。也是极右派连累选得党 AFD 得票率2成，虽然全国总得票下降，伫东部萨克森邦也甲图林根邦也是上大政党，表现上歹是极左派左翼党，连5%的政党得票都无法度保调。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是咱讲吼，德国国会大选登票已经结束啊，但是咱讲吼，这个上尾啊结果安怎丢避吼，还是丢做着？这联合政府也搁爱等一回吼，尤其吼政党甲政党之间，即阵都爱寻求合作。头拄咱都已经讲过有3种可能啦吼，大家望的吼，也是讲亚洲啦吼，也是咱甚至吼，敢若咱台湾吼要求，啊毋是要求啦吼，望青红灯联名会当来大出脱吼，社民党和绿党、自民党吼，遮会来。好好啊结盟，因为因这立场吼，真正亲像咱头拄讲的，亲中这个部分吼，已经是无票哈。啊，来讲吼，亲台照票啦吼。先来邀请到吼彭教授，安怎看讲吼？这3个咱讲联合政府的可能组合，你感觉安怎来去看较有影面的？当然是对于咱台湾来讲是青阳町联盟是较好啦吼，因为讲社民党吼、社民党是讲对台湾来讲是较友善吼，而且社民党对中国的态度较定啦。那未来虽然讲吼经济政策吼，这政策不太会有无啥物吼上大的改变，但是经济搁要依赖中国对吧？依赖中国也是无啥物可能有改变的啦，因为有汽车工业嘛，汽车工业甲有迄吼化学工业，迄是最大的市场是中国的。但是讲吼是政治也是外交来讲吼，可能对台湾吼会比以前搁较好。OK， 亲像讲吼，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啦，吼也是讲中国对气候变迁这块问题吼，中国是讲吼对这块问题拢是讲较强吼，对外界的批评吼，中国都是不太理会，无啥物采风啊，批评是你的代志啦吼。但是讲对梅克而言，以前梅克是讲中国是最重要的经济的伙伴和 partner， 所以吼对中国来讲，他就是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是讲中国吼打压台湾，这块是，伊对中国是较温和。是，但是讲对未来经济问题，社民党吼欧拉夫秀子虽然讲经济问题也是讲维持梅克尔的继承人的态度，但是对中国吼。也透过政治的因素来去或许做一些迄是妥协，或是做一些谈判，借有些政治来改变的经济可能德国趋于弱势，基本上对德国来讲，中国是强势，德国较弱势，德国要依赖中国的市场，但是讲政治外交或者国防，这是德国透过欧盟可以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OK。德国也是徛点欧盟有伊的影响力啦吼，所以未来嘛影响到规个这个欧洲可能有一寡倾向吼。但是咱搁讨论到吼，那是真正是这款组合出现，吼咱讲 Jamaica 联盟吼，就是讲基民党来去领导着绿党、自民党。但是咱讲立场可能是完全无共款吼。另外联合政府的话啦，尤其咱讲吼，那是真正这2个党要变做大党，可能小党才嘛会看袂过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吼张教授。这3个组合同款啦吼，你感觉吼，倒一种组合，还是讲较无可能的组合，到底是啥物咧？这3种的可能吼，基本是拢存在啦。OK， 较无可能是第3种大联合政府。因为社民党伊伫遐选举的时阵啊，已经半手抓过，讲绝对无爱甲自民党合作，因为甲梅克三届合作，做失败的嘛。OK， 所以除非是青阳町联盟还是牙买加联盟失败，较有可能去考虑到大联合政府。OK， 所以咱来看讲政局，红绿灯联盟甲牙买加联盟，哪一种咱头仔讨论讲对台湾较好。是，我的看法是无一定是红绿灯联盟较好。哦，好，我伫遐讲我的看法进前，我来先讲我清楚讲，这4个党，伊对台湾的政策，对中国的问题的看法是安怎？来看这。黑色的这个是基民党，是基民党基本梅克尔制定16年做清楚的嘛，是，伊就讲甲中国的关系是伙伴关系，竞争关系跟对手关系。OK， 所以伊的清楚，伊的立场是做清楚，而且梅克尔伫遐伊最近几年的表现是亲中，做亲中啊。有影。去年的12月30，甲后面甲中国签迄个
投资合定，就是梅克伫遐 push 哦，所以说这点就做证明讲伊是亲中的路线。是。社民党、社民党，伊是嘛是甲这个梅克合作到4年，过去嘛有8年、12年的中间啦。其实社民党伊即个伫遐伊的竞选政见内底写到足清楚。所有的全世界也是德国的关于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甲气候这个问题，无中国袂使。无中国袂使。所以伊的这点就点出讲，伊后摆也做头人，伊对中国政策嘛基本上嘛是会走亲中路线。OK。所以即马台面上有法度做总理的，出来组织这联合政府的社民党甲基民党的这个2个人，秀兹甲拉雪，是伊的政党伊的立场是拢亲中路线。所以这边来看伊的这 Kingmaker， 这个造王者这2个绿党甲自民党伊的中国政策。OK。绿党的中国政策，伊安娜莲娜贝尔伯这个查某这总理候选人，伊讲啊足清楚讲，每一个伤过2只。OK。伊的对中的政策伤过2，爱较强的。爱较强的。所以基本上有互人感觉讲绿党。伊是反中的，但是伫遐选举中间，这绿党伊发现讲，伊的选票慢慢啊流分去的时阵，伊开始调整伊的对中的政策的说明。伊的票嘛减少去，对啊。减少，伊减足侪，伊本来是互人掠讲超20%嘛。是，即阵是14%呢。是，所以伊是大进步，比4年就是大进步，但是很可惜。无法度冲起来。OK。所以调整伊的中国的政策，伊的讲法是讲，新疆的问题、香港的问题爱改善。未来德国爱推荐一个欧洲全面的一个对中的政策。是。所以伊的态度是慢慢有软起来。OK。上强的用话讲了上强反中的态度上强就是自民党。OK。自民党伊伫遐伊的 VAR program 就是伊的选举政见内底写到足清楚。白纸黑字写讲，伊也当选做总理，也是讲有法度去影响中国政策的时候，第一个，伊要甲德国对中国的政策，即马的一中政策，要甲废除，要甲汰掉了。是。所以这点呢，对台湾是非常有利。非常有利的。伊放弃这个一中政策。第2点，伊甲中国对香港、对新疆的问题，甲形容是种族屠杀。哦，尤其对德国来讲，这点非常重要。这点是把中国伊的人权问题，甲比例讲，甲土耳其啦，甲其他非洲国家是共款的，所以这点是足强的。OK。第3点，伊爱呼吁讲，这个德国新政府讲爱甲欧盟的其他国家合作，爱建立一个。反中的政策来保护台湾的民主，所以安尼来讲起来，总共头拄迄场图来看，是，即摆牙买加联盟的结合来底，所以青色甲黄色的甲黑色的来讲，为什么我感觉讲比红绿灯较好 ？OK， 因为伫遐咱即届有可能产生3个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是破纪录。破纪录。为1961年。甲2017年，德国联合政府拢2党联合执政，是这2党的合作内底，上侪就是乌的甲黄的，乌的甲黄的，基民党和自民党，OK， 因两个合作上好，所以因的政策是上巴，协调性嘛上悬，是，所以我的判断，中国咱无青阳灯嘛，就没卡呢啦。要看讲未来对中国的政策是反中的。程度会较强的联合政府，应该是这个牙买加联合政府。OK。因为因两个合作是较密集，会较好。是。所以我是感觉，徛在台湾立场是牙买加联盟对咱较有利。所以咱看到讲，无论是这个青阳灯联盟吼，过去有台湾人嘛咧望啦吼，但是头拄啊，主安呢，福昌老师。解说了，可能台湾人另外一种想象又个产生吼，针对着无共党伊的这立场吼，咱头拄嘛看到讲自民党伊真正是徛着左派，搁较左搁较倒边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个进行啦。老师个补充。我即摆再补充一个讲，也许讲咱的观众会伫遐误杀讲，即届为虾米有两个人会要来竞争总理？
有两个党要表示要组织这联合政府，因为无法度过50%，唔是这个问题，唔是这个问题。自1961年到即摆拢无法一个政党超过50%，是，所以爱两个政党合组一个联合政府，所以唔是这个一般咱这个观念所讲，因无一个政党超过50%。OK， 问题是讲，伫德国的宪法内底无规定讲，啥物人、啥物政党有权利出来组这联合政府。主要你有兴趣的，你拢会甲举手讲，我要来组织联合政府。所以小党嘛会当，小党嘛会当。OK。只是讲有的小党就算成足清楚的嘛，对无？你讲德国你咧选择党，无人要甲伊合作嘛，所以伊就绝对无希望嘛。OK。伊嘛爱叠一金鸟啦吼。算盘嘛，所以即届就是讲，社民党甲基民党敢若差1.6%。是。所以基民党伊即摆拉选就甲讲，无放弃这领导政府嘛。所以咱讲吼，从美卡才是有可能的。对，是这个问题，甲出现讲，即届选举里面内底足特别的。有两个人佮要做总理，即摆选举了，佮无名党，佮遐烧钱，有两个党要组这联合政府，是一个，因为咱德国宪法内底无硬性规定讲，啥物条件。无规定讲上关票的政党，有这个权利去组联合政府党。是啦吼，所以咱看来讲吼，这个趋势吼，咱讲这个局势吼已经摆伫咧遮眼前吼，即阵就看讲到底咱讲社民党吼，这个咱讲 Scholz 和这个吼基民党的这个 Laschet 吼，这个部分到底安怎甲无共政党小党遮关键吼，这两党爱甲摕落来吼，就是讲代表讲未来咱较关心的当然是吼对台对中吼，伫咧德国遮的这个看法，尤其咱嘛讲过吼。德国吼徛踮欧盟是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吼，尤其伊会当吼决策到真侪欧盟的吼真侪咱讲措施也好，啊讲对吼规个这个欧洲联盟的这个发展啊吼非常的重要。但是咱嘛讲到，这回 Merkel 伊是算讲失败吼，16党来这个基民党头一个吼败战吼，这个败战会影响到未来吼安怎影响到咱讲后 Merkel 的这个德国时代吼，咱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We will be very fast in getting a result for this government, and it should be before Christmas if possible. 得票率甲实处加正济的社民党，特别代表争取总理大位的小资，面对国内外记者显得真有自信。严格总实处709席的联邦国会，要得到组阁权，必须至少爱355席。排名第一的社民党摕到206席，第二名的基民党联盟有196席，拢也差真远。要甲倒一寡政党结盟，都成为线来几个月德国政坛的焦点。实处同款大幅度成长的绿党，原本计划单独甲社民党合作，啊，毋过两个加起来敢若334席，所以协调摕92席的自民党，才阁决定甲谁合作，这是目前的方向。绿党的代表席是绿色，自民党是黄色，连做甲红色的社民党结盟，就变做所讲的红青顶联盟。毋过绿党是讲，另外一个色是乌色，要斗做牙买加的国旗色嘛是会使。Eine Ampel, und das würde respektiv auch für Jamaika gelten, folgt einer komplett eigenen neuen Logik. Jede Partei muss das Bündnis aus sich selbst heraustragen. 执政10年的基民党联盟也无放弃继续组阁希望。Ich beanspruche nicht Platz 1, wir sind Platz 2. Aber eine Koalition bildet sich an Sachinhalten und aus der Mehrheit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虽然内阁组成也是无法度确定，不过极左派实处减少真济，无可能出现全面改变政策。也若真有可能伫新内阁有位的自民党，互人认为对企业界较友好，所以选后隔天，也就是27，德国股市已经起价收盘。公司新闻持家人评议。是咱头拄也是咱讲推测啦吼，到底一个联合政府会安怎变化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 ，Merkel 伫遮大嘛无算大败吼，小小啊输去啦吼。但是这敢代表伊讲16年来这个吼，咱讲真正是咱讲行到这个谷底也是安怎啦？讲带基民党这回真正是跋落马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其实甲日本的这个选举会当做一个对应，尤其咱头拄有讲到，日本自民党过去有长期优势吼。长期优势伫对无？因为这个政党内底有无共款声音，毛亲中派、毛亲台派、毛亲美派等等派。咱讲吼，伊亲像是一个咱讲百货公司，你要爱啥物拢有啦吼。啊，伫遮会当去咱讲无共立场的人去竞争啦吼。啊，但是你安怎看讲，这回基民党其实吼，过去安倍晋三吼，伊嘛是有落落马一届啦吼。安怎建议讲基民党会当讲伫咧未来吼，也阁有机会反转这款概念，你安怎看咧？哦。我是安尼看，因为即届民调其实日本河野，伊选情是48%。OK。
岸田的18%。啊，现在大家期望好嘢，就是希望会当改变，改变因的派华的政治。哦，啊，我即摆呢对看这德国变天然是要改变，嘛是要改变，嘛是要改变。OK， 所以我是咧讲，因为岸田伊即摆买手第一个印章就是11月10几号的众议院的改选，因为众议院改选就是因为因首相是众议院因去选的，是。啊，所以若讲伊选的无好，选无过半，这买手对岸田嘛做大的伤害。就像讲2009年，就是自民党拢总480席，因多摕到119席 ，OK， 20几%，甲即摆真共款。只是呢，因自民党到迄个时阵，就是大家有团结，拢叫倒来，因为你出走嘛，叫倒来，变成因共党党内有派呢。OK， 但是因若对着共同利益的时阵，因就去团结。是。啊，第二点就是讲，因为伊即摆迄个岸田呢，伊11月10中旬，即摆是时间未决定，若改选，若选得歹，伊有可能就是变歹卡。是啊，有可能，也是讲变弱势。OK， 啊，弱势话就尾手是因为就是民意无好嘛。这是我第二要讲，第三要来讲，要报告就是讲，若像安尼看落去，伊若无好啊，掌握这个民意，是，尾手会搁回到2009年。2009年到2012年的年底，尾手安倍搁倒来，就是这个时阵因为团结。我想这个基民党，你看伊这个德国基民党吼，德国基民党伊只平16年，尾手好像千娃娃，尾手就用拼过啊。就是日本的架势，德国你爱看啦，对，爱看，互相一个教训。只是自民党较聪明，伊即马将迄个在野党弄我线。搁一面无切咧，就是讲吼，你拢通在咧泡你线。伊想，毋是即马变成民强，是对其他在野党伤弱啦吼。对，是。所以其实这德国嘛爱打迄个日本学习的，互相学习，互相教训，互相学习，互相教训哈。对。当然，咱嘛看到讲吼，真正这个过去自民党是长期的这个执政吼，但是伊真正是跋落尾这个时阵，头拄啊这个教授所讲的，就是讲，哇，你德国都爱看到讲过去吼，这个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这个经验吼，若是真正跋落尾，你要安怎个中心赢当然这个大多数吼，咱讲选民的，还是讲这个议员的这个期待啦吼。另外，咱个讲当然这个德国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本地啦吼，按算吼，这个基民党未输到遐惨，到底为虾米输到遐惨？其实含这个咱讲吼，基民党的这个拉雪，哇，咱讲伫咧7月迄当阵一场水灾吼，可能嘛改变一个选举的一个结果。教授你安怎看？是7月份是做水灾的时阵，迄拉雪伫媒体头前吼就大笑啦。伊讲梅克尔迄当阵是看灾的时阵，对就这伤亡吼，是梅克尔表示说吼很难过哈，感同身受，是讲哀悼这些伤亡的人。但是拉谢的伫后壁，就没去后壁，伊突然间吼，甲一寡官员吼抬杠，然后大笑，迄画面吼，那种媒体吼翕落来，放出来，好大量放送，大量放送，所以呢，民众吼看到这些画面吼，基本上对拉雪特的印象吼，个人的印象吼是大概是好。以前吼更加歹啦，就是讲这种印象开始下降。但是讲对梅克这些基民盟这些政党无虾米影响，是对印象吼一届人的印象无好。但是讲对人对中立候选人印象无好，当然嘛是会影响这个进动。但是无表示讲是人。一般选民对这进动无支持，唔是，是因为人的关系影响进动。但是对迄社民党吼是另外一种情形嘛是对 Olaf Scholz 的印象较好，所以对社民党的支持嘛较悬。嘿，那另外一个讲，因为就这少年的，伊出生的时阵，吼，也是讲伊细汉时阵就知影讲，你德国的总理就是梅克尔。是。因为一直到今嘛吼，16年拢是梅克尔，所以讲有人讲吼，伊想，是毋是总理一定爱是查某的，但是那是无一定的。但是为迄少年时阵，伊所知影的总理就是查某啊，就是梅克啊，所以伊想讲，可能是查某做总理较好。但是为到今嘛吼，搁有 COVID-19 的疫情，吼，搁有迄经济问题，搁有迄收入吼10多年来吼。都维持不变这些问题，还有中国迄这吼经济迄侵略、迄掠夺方面的问题，所以讲少年的伊个选举吼，迄
投票倾向有小可改变。OK， 可能讲，搁有对气候变迁这方面问题，气候变迁的政策，美可对气候变迁虽然讲是支持的，但是无亲像绿党吼，较政策安尼明确啦吼。对，是，所以咧。咱看到讲吼，即回啦吼，真正变天啦吼，啊嘛代表讲未来有一寡虽然咱讨论吼，头拄也是即个亲中啊无亲中，也是讲未来改变看即款的即个路线有一寡即改变无啦吼。啊，咱嘛会讲到吼，其实国内吼对因家己国内即个影响是啥物哈？尤其咱头拄嘛讲到对规个即个欧洲联盟啦吼，若是买手啦吼，真正的即个社民党的即个 Scholz 吼来去。寻求到这个联合政府的这个总理，伊即阵吼是做这个副总理吼兼这个财政的这个大臣吼，伊的政府还是讲伊的 leadership 领导力应该是算袂歹吧，教授？当然，伊本身伊的财政部长的地位，互伊做足侪代志。哦，伊即本人伊的知名度其实甲拉雪的是差不多，拉雪的嘛是有名的哦。哦，伊是。北莱西巴利亚邦的邦长，是，而且伊嘛是伫遐政治人物内底上接上电视去讲梅克尔政策的人。OK， 所以伊的知名度真好。啊，伊就是讲，伊的失败，互咱一个观众一个教训，就是讲袂使乌白笑。真正是迄场看灾的时阵，我感觉是付出足多的代价。OK， 因为伊伫遐遮正常的伊的场所，遐嘻嘻哈哈。对7月那一笑之后，伊的安怎做，选民拢拍一个问号。印象分数都无好啊。无好嘛，你这做总理无稳重嘛。啊，即摆讲那个秀子，伊做财政部长的时阵，是足果决的。而且伊做一点就是讲，底下对于疫情的财政补助做了足水亏的。安怎讲？伊甲梅克合作的时阵，社民党甲基民党有一个。联合政府条约，内底写足清楚，要施行准结政策，要施行黑零政策了。然后赤字预算赤字，他要预算黑字，是，要不赤字，而且要有钱去还债，而还留给下一届政府去用。正的就对了，就是黑零政策。伊当机立断，讲即样要救经济、救企业，救迄无工过的劳工。所以伊要扩大赤字。为1800亿扩大到2700亿，啊，你压钱嘞？是，大家拢讲这个是开始这是对的啦吼，开始做对的代志，咱要选伊做咱的头人。所以这点的加分非常多。第二点，伊的正确的选战策略是，他宣布延续梅克尔政策。伊先宣布就对啊，对，伊甲伊合作的过程，感觉讲，我其实对，以后伊来做总理，伊嘛要延续梅克尔伊的路线，因为我感觉伊足巧人吼，因为在拉雪的是梅克尔接班人，是，所以拉雪的一开始的时阵，伊就感觉伊倒咧算赢嘛，因为梅克尔是太有名，做了太好了，是，所以伊就为了要减少拉雪的这个梅克尔效应的作用，所以他宣布说他。做总理，伊嘛就要行梅克尔路线，和德国马上稳定繁荣。那所以伊这几点，所以伊的成绩比拉雪较好。拉雪个，我感觉这个选举内底，你头仔主持人讲一句话，我是无啥赞成。因为这个选举，基民党的失败是梅克尔的大失败。其实这选举了这几天来看吼。基民党内底无人去检讨梅克尔啦，是拉些问题，拢是伊的问题。OK， 伊当然负上大责任。是，啊，不过第二个人是巴伐利亚邦的邦长，跟马库斯热德。这个人是爱起来掠起来讲，因为伊这过程内中，伊拉雪的做这个基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这过程内底，上强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马库斯热德。当初伊的民调是赢伊偌济哦，所以人拢感觉讲伊是较适合来做这个总理。OK， 总理候选人，不过伊内部社民党、基民党甲烧掉去嘛，烧掉了，伊做的是讲伊要支持拉雪，但是暗中伊就做咱政治下内底讲叫影子总理候选人。OK， 伊就伫遐拉雪后壁指指点点，有一寡未来选举的政治的说明。拉雪还未讲，伊就先抢咧讲。所以惹得伊的角色抢走了拉雪的一个角色。是，
所以惹的，我认为他也要负一大半的责任。是，但是老师头都有讲到吼，就是讲你的希望的这个模式吼，咱是讲这个Jamaica这个模式啦吼，所以咱讲到这拉什伊其实佫有扮演一寡角色伫个，若是依照你的看法来讲，Jamaica 吼这个联名啊，伊咱讲这个 Shorts， 即个这个咱讲伊要调做联合政府的这个可能性都较低啊嘛吼，所以你的愿望是讲拉什遮伊佫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咱头都有讲到，拢是 Shorts 的这个好话，但是即阵若是伊变做是 Jamaica 模式咧。当然，因为对拉些来做欢喜的嘛，做欢喜的。当然，即摆，咱即摆定定讨论这个问题，讲到底是秀子还是拉些较有可能吼？有媒体一直咧提选前的伊是的民调嘛，吼，民调有一个题目是讲，你认为是哪一个是较适合做总理的？是。就是讲民众对因两个人的支持程度，秀子差不多50%。OK。拉雪差不多20%。啊，不过我感觉这是过去选前的民调。选后还唔知啦吼。选后即嘛要组成联合政府，甲这是无关的。OK。这完全是这三个党伫遐合调因的政策，后摆对中国政策、对俄罗斯的政策、对美国政策是要安怎行？是。所以跟以前的民调，我感觉这个个人的一个。总理的喜好度，这个是比较少关系。OK， 但是老师你感觉讲，若是买手啦吼 ，Christmas 是一个关键嘛，时间表伫遮，但是遮吼，遮的政党会安怎去寻求合作？头拄仔咱嘛讲到吼，咱本地是讲台湾人可能是介意这个青阳灯联名吼，头拄仔老师安尼建议，听了嘛是不只要有意思啦吼，所以咱讲这两大党。继续来寻求咱讲小党的这个支持，买手才会形成就讲无共款联名的这个联合政府啦吼。你甲看安怎来合作？安怎来合作？其实咱伫遐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就是讲爱知影讲，因即嘛伫遐合标的结果会写伫遐一个叫做Regierungsvertrag， 就政府条约。OK。甲因合标的结果一条一条写来。这个政府条约有啥物效果？未来因即前4年，就爱按照因即摆合调的签约类这个条件来做。你签好啦吼。对中国要亲还是要反 ？OK。都要照这来做。如果中间要改变的时阵，爱讨论三党搁来讨论。我举一个例就是讲，本来我头头讲的嘛。这社民党甲基民党是讲要推行这个黑林政策嘛。是。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因要突破改变这个黑林政策，推翻黑林政策，要扩大自治，是，伊就爱甲基民党去合调动议来改变。所以未来合作内底哦，要安怎行，得看这三党哦。未来这政府的三党，因是安怎即马安怎去讲？即摆确实来看是足趣味的啦。是。以前选举了是得票上悬的政党。主动去邀请小党来谈判，是。不过即个基民党甲社民党都还未有动作。OK。即摆立党甲自民党先讲，先讲问题，因为其他两党就了解嘛，即两党讲出来，较有意义嘛。OK。要合作无？要合作要听大一个党，嘛有可能讲因两个讲了破局嘛，破局。就回到这个大连的政府的模式。OK， 所以咱讲未来也是一个关键吼，尤其咱嘛讲到，唔那是德国、日本，同款嘛是11月吼，是一个大关键。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面看，咱再会，感谢多谢。